港人長者必睇廣州醫保549蚊一年超抵福利，成日同大家介紹深圳醫保，今日轉個重點，專門同香港街坊各位長者講下廣州醫保呢個超筍政策。好多香港長者唔知道，只要持有有效港澳居民居住證，就可以參加廣州城鄉居民醫保，全年只需要549蚊人民幣，享受到同廣州本地居民完全一樣嘅醫療保障。呢個唔係私營優惠，唔係短期活動，係大灣區官方統一政策，符合條件嘅港澳居民平等參保、補貼、就醫報銷、大病保障全部同本地人一視同仁，無差別對待。好多街坊好奇549蚊一年福利點解咁吸引，同大家講清楚官方收費架構。2026年度廣州城鄉居民醫保總籌資要369蚊，個人自付549蚊，約40%；廣州市政府財政補貼820蚊，約60%，等於政府幫我哋兜底，大幅減輕北上養老睇病嘅醫藥負擔，誠意十足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大灣區對港澳居民醫療福利咁完善？原因好簡單，第一，越來越多香港長者選擇北上廣州休養、養老、看病，政策目的就係令港人北上生活就醫，減少後顧之憂。第二，參保完全冇年齡限制，無論70、80甚至90歲高齡長者一律可以申請，就算長期患有慢性病，都唔會因為年紀大有病被拒保，同深圳醫保年齡門檻形成明顯對比。第三，完美化解香港就醫兩大難題。香港公立醫院排隊時間漫長，小病容易拖重，私家醫收費昂貴，普通家庭難以負擔。廣州三甲醫院資源充足，輪候時間短，配合醫保報銷，一年低成本，大大節省醫療開支。公開2026官方醫保待遇，以政策範圍內費用為準。一級社區醫院住院最高報銷90%，二級醫院住院報銷80%，三級重點醫院住院報銷70%。門得慢性病30多種常見慢病可申請專門報銷。大病二次保障，個人自付費累計超18000蚊，開始二次報銷。連續參保滿2年，大病保障年度上限45萬，一年500蚊，換幾十萬醫療風險兜底，性價比非常高。無論想自己辦定係幫屋企長者查詢參保流程、所需文件、報銷細節，唔識辦直接 PM66，完整攻略逐樣講解，協助你搞妥廣州醫保參保。